哈利路亞！愛在這裡，在耶穌基督裡。好，即係好重量啊！咁如果冇咪喺度唱邊聽唔聽到？聽到，全部聽到嘅，唔需要咪嘅，你又唔需要咪。如果你唔需要咪嘅，係唔需要咪。天父，我哋咧要翻去你嘅裏邊，翻去創造我哋嘅天父爸爸裏邊。我將擁有都給你，願我將所有都歸你。主為你奇妙，唱盡詩篇裏每日發聲。我心是為你預備，情況真心，是為你預備，期待更新。耶穌，你是我榜樣人。就算我走失了迷了路，你仍然找到我，因你在前後環繞我，愛想在我身上，你右手永遠扶持我。陳維富牧師啦，佢嘅生命咧有極大嘅翻轉，係啦，好值得讓我哋聽佢咧今日佢同我哋嘅分享喎，係啦，我哋請校長替我哋介紹。好，今日咧好感謝主，就係咧我哋有5位咧2、4、6點咧6位咧，即係好愛主嘅弟兄，佢哋都係奉獻佢哋嘅生命係被主去到使用嘅。咁喺6位弟兄嘅當中咧，係咪應該有2位牧師啊？就係阿陳牧師啦，同埋阿彭牧師嘅。彭牧師咧就即係去到同我分享一條嘅視頻啦。咁呢一條嘅視頻就係陳牧師即係嗰個嘅見證。我睇完之後咧，我心裏邊好感動。我話呢位牧師喺邊度嚟㗎？哦，原來咧就喺汕頭。咁我就同阿彭牧師講，就話可唔可以邀請佢嚟呢一個嘅我哋奮興營咧喺度做講員啦？咁真係好感恩。咁啊陳牧師又應承，所以我首先唔係交俾陳牧師，交俾彭牧師介紹。哈利路亞，感謝主啊！咁啊呢個多謝陳永升校長啊嚟到邀請我哋，同埋邀請陳牧師。陳牧師嘅英文名叫 David 嘅，大衛嘅。咁啊，我識得陳牧師成超過20年㗎啦。咁啊喺2024年咧，咁啊當時我喺揭陽神學院咧，就院長邀請我去教呢個啟示錄神學咧，就識得陳牧師嘅。咁啊，我用4個字咧形容佢，一陣間佢會詳細分享佢嘅見證，同埋係分享信息嘅。我4個形容咧就係神莫大嘅愛同埋恩典喺身上咧，就如同死過翻生啊！一陣間會詳細嚟分享下。咁另外一位咧就係莫文光教授，莫教授請嘅介紹。莫教授咧，佢退休之前咧，佢就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嘅經濟系教授嚟㗎。但係咧，哇！佢幾十年教書咧，哇！佢咧亦都好有愛心咧，喺內地咧就創辦咗成超過10間嘅福音戒毒中心。哇！使到嗰啲戒毒者咧就能夠唔單止戒咗毒，亦都培訓成為耶穌嘅門徒喎。咁今日咧就係遲啲將來有莫教授可能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啊。咁另外一位咧就話David弟兄，David弟兄咧就姓錢嘅。頭先陳校長咧就話睇到陳牧師嗰個見證咧，好似唔知7分鐘嘅嗬，你介紹陳牧師佢一生好多幾十年嘅侍奉咁樣，就係張導演Samuel 係導演嚟㗎，你哋拍攝紀錄片㗎。多謝佢嚇。另外咧就一位咧就係喺內地蓮塘黃天樂弟兄。黃天條弟咧，佢以前係古惑仔㗎。
好似好難聽㗎。但係耶穌改變佢生命，而家真係好愛主，同埋熱心侍奉神啊！咁我都介紹自己啦，講一兩句。咁我英文名叫 Eric 啊，我叫 Eric。咁我姓彭嘅，我都係喺新界粉嶺圍村長大嘅。咁我70年代咧，咁我就英國讀書咧，我信咗主喎。咁我1978年信耶穌咧，到而家幾年啦？78年到而家48年咯，48年。咁咧感謝主啦。咁我以前咧就好壞好排啦，即係喺圍村長大咧。雖然我冇加入黑社會，但係我由細到大咧喺圍村咧好難賭，好中意賭錢啊！細個咩識到嘅，打麻雀啦、啤牌13張啦咁樣牌九啦，跟住去到英國咧賭馬啦，初咁樣。後來神嘅憐憫恩典咧，我信咗主咧，就改變生命咧，就讀成書啦。我讀成書之後咧，我就考咗2個碩士。跟住我初翻嚟香港都係教書喎。我曾經就喺澳門東亞大學教書啦，教咗幾年書咧，就神感動我咧就係、挑戰我啦，話我人生最大嘅事情咧係咩咁樣？我話梗係信咗主啦，生命改變我先得到書啦。咁我教咗幾年書，神感動我讀神學，咧就做咗牧師啦。咁我唔講啦，因為呢個時間交俾主席啊。我哋而家將時間交俾陳牧師，有冇俾啲掌聲啊？陳牧師。好多謝。多謝陳校長，多謝彭牧師，多謝各位牧者、老師、同工，我哋啲同學們，你哋喺邊度？邊度？呢幾日嘅宴會，大家開心啊！開心！哇！頭先咧，我哋敬拜小組上邊敬拜嗰個説話咧，好感動。咁我好開心，我今日可以喺呢度同弟兄姊妹一齊嚟數算神嘅恩典。分享神嘅説話，實在感恩。我哋最同心祈禱啊嘛！天父，我哋感謝你嘅恩典，係你嘅帶領賜福，賜到你嘅僕人今日可以企喺呢度為主做見證。約翰福音嘅14章6節，主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咁道路係咩呢？人嘅盡頭就係神嘅起頭。真理呢，喺世上有客觀嘅真理，有客觀嘅道理，冇絕對嘅真理係嘛？生命呢，而你如果我喺基督耶穌入邊，你係永遠得唔到生命嘅真相，生命嘅源頭。大家話係咪啊？嗰個高頭嘅靚仔，大家識唔識佢？識唔識佢？個高頭佬啊，識唔識佢？係我咩？睇你喎！哇！呢張相片大概係20年前。咁你今年有冇60歲啊？哇！我聽完之後咧，我覺得好好笑。哇！我就翻去屋企瞓唔到喎。你睇嗰陣時係11點幾啊？要瞓之前咧，越諗越好笑。我忍唔住，各位生日同學，我今年有冇60歲？我今年係48。如果應該講就47、79年嘅。我生命嘅見證咧，由99年到06年，我病咗7年，入咗4次精神病院。我個症狀咧係狂躁抑鬱，係而家時下最興嘅一個心理精神疾病。躁鬱症、狂躁同埋抑鬱，狂躁起嚟咧，成個喐到都係我嘅；抑鬱起嚟咧，我就匿埋，唔夠膽去見人。我有半粒鹿膽皮，嚴重加到1次13粒，1次。鹿膽皮係咩？可能大家覺得唔知係咩，係嗰啲鎮定藥、精神藥啦。即係咧，你唔會瞓覺咧，喺醫生開半片俾你，你未食過啊？你食半片落去咧，暈陀陀3日㗎。我有半片1次食到最嚴重嘅13粒。我02年嘅10月份係我阿哥，我親生大佬，特登喺廣州坐車翻嚟，同我講話細路，你冇路行啦，你要去信耶穌，你要去拜上帝。我之前我哋成個家族都冇人信主，我都唔係。突然之間，我阿哥叫我要去信耶穌，去拜上帝。哇！我好抗拒啊！你知唔知啊？我個心好接受唔到。我唔要，我要做和尚。
呢個發明就做和尚㗎啦。所以咧，我未信耶穌之前咧，未信主耶穌之前，我最大嘅夢想就係咩？功成名就，出家做和尚，喺道場上去淨化人生。但係咧，上帝好幽默，佢冇俾你功成名就，佢俾你咩？身體利益。佢冇俾你出家做和尚，佢俾你咩？入世信基督。喺道場上淨化人生，唔喺佛道場，喺基督個道場。你知唔知啊？最誇張係一個，我哋中親一邊有一個阿妹，十歲左右㗎，用一支紅粉筆寫啲咩？喺我屋企寫住，呢係一個瘋子的家。呢係一個瘋子的家，你睇到你，哇！真係要碾死佢都有份係嘛？奇恥大辱，哇！咁企有似你啊！睇一睇潮州人喺邊度？哇！好多好多叫家健啦，拍絲和尚根，潮州人家健啦，拍絲和尚根。咁啊，7、8個老姨咧喺嗰度唱潮州歌，唱咩？唱神愛世人，善愛世人，心之將他的都捨己只是給他們，丟棄相信他的不知命運，不知命運，還的永生。大家識唔識唱？7、8個老姨啊，唱成7、8個聲部，哇！佢哋好開心，唱得見眼唔見眼。咁嗰陣時咧，我都乜都缺，但係最缺咧就缺愛。呢個世界而家乜都唔缺，係缺德同埋缺愛。這個世界現在什麼都不缺，就是最缺德而缺愛。大家都是嗎？好，所以咧我講啊，嗰陣時去到教會，行喺禮堂上邊1樓上2樓嗰陣時，睇到面經話上帝是愛，哇！好俾呢個説話感染到，因為嗰陣時真係好缺愛。幫我頒發呢個澳洲聖經學院嘅學士學牌個證書，因為我後邊修讀呢個聖經學院嘅一個課程咁呢邊係我個姚平苑嘅教會嘅修士會嘅主席同埋會長呢個係證書。呢個係我喺教會07年嘅，我結婚嗰日咧，成個家族啲人咧喊到七彩，哇！估唔到我有今日，真係死過翻身呢度人。一個係雅英、雅國、雅興咯，雅英係最細嘅。雅國咧係中間嘅老二，雅興係最大嘅。咁我睇睇咯，基督喺我個國掌權，我要喺我自己嘅寶座上邊行落嚟，由基督喺我個生命嘅寶座喺呢個國入邊個掌權，係嘛？係以基督嘅心為心。但係而家咧，天父係俾我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做佢個見證。所以今日我就有機會喺度同啲弟兄姊妹一齊嚟數算神嘅恩典。呢個係新嘅，係破繭成結，呢個破釜沉舟、不破不立嘅生命，豐盛嘅生命可以得到佢自己嘅祝福嘅。大家舉舉手，聽到我舉舉手，我哋一齊起身，我哋回應呢個回應呢個信息，我哋將我哋嘅生命可以回應交俾我哋主，求主做王掌權喺至聖嘅真道上邊嚟回應主嘅信息。主啊，你怎樣喺萬人之中揀選佢、使用佢？你今日都要使用我哋所有嘅青少年，使到我哋企喺你面前嘅所有嘅同學青少年都俾你數過、俾你點過。有人可以唔記得我哋，甚至我哋自己都唔記得我哋自己。但係天父，你係永
永永遠遠記得我哋嘅。你祝福我哋在座所有的青少年，使到我往下而生，能夠成為主手中的工作，成為他人的祝福，成為家庭的祝福，社區的祝福。是為你預備期待更新，在這空間裏不因為你，願你令我重更新情況的變質。我哋好多謝咧陳牧師咧，今日為我哋咧分享佢美好嘅生命見證，我哋再一次俾掌聲啦！其實我之前咧喺網上面我都聽過一次，但係咧今日咧我哋再聽嘅時候咧，我見到咧真係上帝咧嘅生命咧大大咁樣去改變陳牧師，佢同樣咧都可以大大咁樣去改變我哋每一個。但係個重點啊個 key 咧就喺呢樣嘢嗰度，就係上帝嘅話語佢嘅真實。當咧我今日咧再聽咧陳牧師佢分享嘅時候咧，佢喺成個分享當中，佢咧經常咧就去引用翻聖經裏邊。係呢個聖經咧嘅話語已經流淌喺個生命當中。我想咧，我哋每一個人咧，我哋咧都立志咧，我哋喺聖經嘅基礎上面，我哋咧去更加多咁樣去研讀佢，我哋更加多嘅去尋找佢。因為咧，上帝嘅真理咧已經喺晒裏邊，白紙黑字咁樣已經寫晒喺當中。我哋喺真理上面，我哋去建基我哋嘅信仰。